一个感受，我要伫我家己牧会罗东教会甲因分享，我想嘛，甲大家分享一个心情。有人问我讲，牧师你牧会40几年，你上大的，莫讲毋是遗憾无遮尔严重，就讲你感觉上无力感的所在吼，无力感的所在伫倒安尼吼。我足老实安尼讲吼，嘛歹势，我嘛安尼老实甲大家讲吼。我讲牧师伫台顶40几年，莫讲40几年，伫罗东26年安尼，逐礼拜讲道，讲甲安尼大粒汗、细粒汗，圣经对头讲到尾，尾搁讲到头安尼吼。但是发现讲有一项代志，我感觉足无力啦吼，无力是毋是啊？就是我讲甲安尼，但是却看袂着所有的兄弟姊妹有所改变。听我意思无？咱做爸母的人，咱咧教囝，直咧甲讲，若讲5届，讲10届，讲100届，伊拢袂改变。请问做爸母的人会感觉安怎？讲袂听，这囡仔咧讲袂听，歹势吼，无拄着即个感受啦。有一届我去一个教会讲道结束的时，嘛共款伫外口甲大家握手，伫安尼啥讲话，有一个兄弟过来，手举的讲，牧师，你今仔讲的讲，你今仔讲道有够浅。我是讲，这是甲我学了，还是甲我？毋过我看伊的态度，佫足诚恳安尼吼。意思，我甲了解意思，伊讲，牧师你今仔讲，我拢听有啦。迄有诶牧师讲道拢听无，你讲我听有啦吼。听有是一回事，但是我头仔足老实，伫即个新年开始，甲咱分享，我想到即个题目，也是讲想到即个经节，分享就是讲，一个生命的现象，就是安怎会成长对无？是毋是？若活着的生命拢会继续成长，这是一个自然现象。你囡仔出世的时，要细汉的时，但是你甲伊，互伊食奶，互伊开始安尼甲伊饲，伊就会慢慢会大汉。但是可伊大汉有够野无？有当时大汉要无够野，你知无？为什么？他拄仔讲，已经20几岁做代志安怎？安尼无头无长安尼，做代志吼，拢毋知咧创啥，咱会甲讲啥？你帮忙好不好？拢20几岁吼，你成熟一点好不好？对不对？是毋是安尼讲？甚至咱对一个时代，是毋已经可能像牧师安尼已经要70岁你嘛拜托你已经70岁毋通不要那么幼稚好不好？是毋是安尼讲？各位，咱拢知，一个人毋是敢若会成长，伊若无成熟，就会拄着即款代志。大人大种做代志亲像安怎？亲像囡仔。讲着什么代志？如来如去，翻笔吧。你几岁50尔，50佫翻笔吧，佫如来如去，讲袂清，表示伊虽然年纪有咧继续安怎成长，生命无够成熟各位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日咱福音无好传，真实的我讲，这就是上一个足要紧的关键。因为咱信耶稣了，1年、2年、5年、10年、20年，但是伫你的家庭、伫你的工作的场合、伫你的厝边头尾，人看见你的生命无成熟无一个基督徒的款听道理听40年牧师讲甲伊喙拢破去但是咱的生命无任何的改变，无任何会更较愈来愈成熟。道理咱拢捌，毋免牧师讲。其实，头拄仔圣经读完，我就使落来咱毋免搁讲，敢读无哟？有拢读有但是活会出来无？咱定是活袂出来。咱拢知影，毋通安怎，毋通安尼甲人计较东计较西，有人毋知无？大家拢知，毋过咧，一份物件来讲，伊哪有，我哪会无？
咱嘛开始计较，咱嘛知影唔通安那，唔通安尼怨恨人，是毋是？有啥唔知举手，唔好怨恨人，大家嘛知啊。但是有简单无？赢着交地安那，嘛是爱甲念两句啊，甲咒诅吼，出去吼上好去互车弄着，是毋是安尼？上好行路跋跋倒，是毋是？忍袂牢啊！道理咱毋是毋免牧师讲，其实圣经感谢上帝翻出中文了，特别现代译本愈来愈翻愈白话，咱读拢读有。我即摆拄着一个青年人来教会要甲我讨圣经，要借圣经，我毋免借，我送伊一本，我就送伊一本。过去差不多3礼拜，伊摕转来还我，伊甲我讲一句话：牧师啊，我转去外骨来读这本圣经，读的吼，我见讲恁的圣经伤过浅，伤过浅啦，一看就看有啦。我讲啊，是安怎？伊讲我拢咧读佛经，迄佛经吼读了头伫咧海规部拢读无。但是可以读有真要紧，但是免啊活，这是一个真无简单的功课。他都在启蒙内底讲，你着爱珍惜，着爱这个智慧。这个智慧就是人捌上帝智慧，爱抓条条。而且智慧帮助你，要改变你的生命。但是你的生命若拢无改变，就亲像你去看医生，药啊食搁食，食拢无效，你敢会过去？你都袂去啊！啊，信耶稣信甲骹脚拼，信甲对即边入去，啊即边出来。咱免哪会通甲人讲信耶稣要救你？免哪甲人讲信耶稣你要得到新的活命？所以真实的讲安尼，伫过年时啊讲这较上感情，敢毋是？但是实际上，咱既然是新的年，咱就应该对咱的生命有一个新的期待。过年时啊，咱拢会讲新年新希望，是无？不过我若细汉的时印象是，到年底拢讲时间过得真快，光阴似箭。我所忙的代志安怎，拢还未完成啊，拢还未完成哦。这是咱生命的一个光景，总是咱就是安尼，就是因为咱定无法度完成，所以咱必须时常爱倒转来到伫上帝面前，搁一摆甲上帝讲，求你帮助我，因为我的信心无够硬，我的气力无够硬，但是今年求你帮助我，就算无法度完成100%，互我完成80%，就算无法度80%，互我完成60%，就算无法度60%，互我完成20%。你若有即款的心志，我相信上帝帮助咱，超过你所求所想。你甲上帝求20，上帝要互你60；你甲上帝求60，上帝要互你80。但是你若无即个心志，就安尼搁天天过日子，到年底你就会讲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咱像我毋知咱中间有人减肥的迄落经验无？今年绝对要减5公斤，到年底讲搁加5公斤，是不是？这就是咱生命的情形。来，咱倒转来看咱圣经。哥罗西是一个地方的名，圣经内底的这个名，哥罗西幼所拢是一个地名，是保罗去传福音的时，设立教会，就用迄个地方，像讲咱来到淡水，这个教会叫做啥物？淡水教会。哥罗西嘛是个，但是真特别。哥罗西这个教会毋是保罗去传福音的，但是伊犹原写批予伊。为什么？因为伊到伫幼所，伫哥罗西附近，古早交通无方便，要到伫一个所在拢足无简单，靠行路、骑马、坐马车，拢非常的遥远。所以保罗就来到幼所，派提摩太甲西拉到伫即个哥罗西的所在去传福音。
所以虽然毋是直接开拓的教会，但是甲伊有关系。所以保罗依然真关心哥罗西教会。古早无手机、无电话、无电报，所以拢着爱靠什物？靠社会，然后托人带到伫个所在。有缘哥罗西有甚物款的教会，甚物款的情形，有缘通过人来甲保罗报告。所以咱今仔日圣经第9节就安尼讲，咱若有圣经就做伙来看第9节。多谢东港会通伫即个泡泡就甲我笑出来吼。所以，阮对听见的替恁祈祷、恳求无煞，愿恁伫心灵各样的智慧甲灵通，得到知伊的旨意到满满。保罗讲，我听见什么？他拄仔讲，保罗去过哥罗西无？无。但是有人将哥罗西，可能是提摩太还是啦，将哥罗西教会情形来甲保罗讲，保罗听见，就替因替因祈祷。我家己无过台东，然后淡水到伫罗东，即马到伫新行院的所在。我若听到教会有甚物款特别的代志，我祈祷的时，主啊，你帮助、保守。但是到即马无牧师，其他因会通早出来，拄好的一群传教者，听到大一个教会有甚物代志，替因祈祷。保罗即个传教者的心，听见哥罗西传来即个消息，替因来祈祷。伫即个所在，保罗真特别，你若看伊的批信，伊所写的批对哥林多罗马、哥林多、加拉太、幼所、腓立比哥罗西等等。伊开始拢称安了，通常拢有一个祈祷，即个祈祷真特别。即个祈祷伊拢先看见即个教会的优点，这咱来学哦。毋好开始想着某人就讲，迄人真苦迄人安怎啦吼。来，保罗啦，替一个教会祈祷，拢先想着伊的优点，就咧讲起即个教会值得咱来把握。为什么？因为咱的人生本来就无真十全十美，有无？敢有十全十美？无吼，拢有真侪好，真侪歹。但是咱是要看见无的，也是要看见有的，这是咱的人生最要紧的态度。咱做一个基督徒一定要学习。一般的人拢看见无，哎哟，我呢薪水无够用哦，哎哟，工作无顺利哦，阮囝无乖哦吼，拢想到安那，想到咱无的。但是事实上，咱需要学习的一个真要紧的态度，对保罗身上看见，就是先看见有的，因为有的才是你伫你遮啦。我落地啊无的物件，我直直想落地内底安那，嘛是无。毋过我落地内底有这有迄安那。这就是我有的。当你会晓把握你有的，你才有法度安那有信心、有勇气，佮踏出你的脚步。你若直想我无的，我都袂晓，我都毋知，我都拢无，你就永远坐伫遮。但是你若讲我有一杯水，看到水大人，我会使分伊啉。我有半杯水，我嘛会使分人啉。但是你若想讲，我哪会欠半杯水，你敢袂互啉？你若感觉你欠半杯水，你就绝对袂互啉。但是我若想讲，我阁有半杯水，我就讲，你若水干，你嘛加减啉，我嘛加减啉，两个人拢会通啉。这是一个保罗一个真要紧的态度。伊讲，我听见恁什物，替恁祈祷时，想着讲，我有一个愿望，愿恁伫心灵各样的智慧甲灵通。得到知伊的旨意到满满。各位，这是即个新年的时，牧师嘛是为着咱的祈祷，希望咱伫这年内底，伫属灵的生命内底，满有上帝智慧，满有会通明白清楚知影上帝的心意啊。第十章咧讲，为什么？互恁所行下伫主。
凡事互伊欢喜啊！咱常常为着要互人欢喜，咱会做真侪努力。我的孙仔读小学，我离开罗东已经年半，所以较罕咧拄着伊。毋过我若拄着伊，拢足欢喜，拢会甲我点伊的奖状啦，点伊的什么吼，得到什么奖啦，甲我点。伊爱我会通足欢喜，所以伊就甲我讲伊有安怎努力，伊有做甚物代志。咱每一礼拜来到伫上帝面前来礼拜，咱拢习惯叫做来做礼拜，若国语讲叫做做礼拜，拢坐遐礼拜，拢希望讲今仔牧师讲道，毋知有好听无，毋知有介意我听无？若无介意就讲今仔牧师这讲这，我无介意听吼。讲哇，牧师今仔这够讲，这讲了真好，歹势吼。那这是咱的礼拜，足无彩。我毋是讲毋对，足无彩。今仔牧师讲了好毋好，有教你伊，这无要紧。真正咱必须有一个恭敬敬拜心来到伫上帝面前的时，透过这段圣经，透过牧师所讲的，你家己心内领受的时，你敢若问一个问题：主啊，我应该安怎做，才会下伫你的心？我应该安怎做，才会下伫你的心？信仰若毋是伫咧不断咧敲吹，不断咧敲吹，要怎下伫上帝的心里，要怎互伊欢喜？咱只不过是互人欢喜尔。所以当我的会友甲我讲，牧师啊，我即礼拜要出外无闲，我甲你请假。我讲歹势，无法度来礼拜，毋是甲我请假，也是讲，牧师我有来哦，我有来，毋是，你毋是要互我欢喜对无？你有来，我当然足欢喜啦。但是你毋是为着我欢喜才来礼拜，敢毋是？今仔牧师要来讲道，所以我超工来礼拜，安尼有需要？无需要。今仔无论啥物人徛伫遮来主持礼拜，咱拢应该来到伫出面讲主啊，我期待会通互你欢喜，期待我的所行所做下伫你的心。那安尼才会通伫逐样好事结果子，搁捌上帝哪久哪进步啦。结果子就是有一个好的结果啦。咱咧努力，咱期待有一个好的结果，伫咱的生活内底打拼上班，期待咱的薪水会通愈来愈好。读册认真读册，希望会通爬多分，会通分数愈来愈悬。听有就听有啦，听无要紧啦。咱打拼来礼拜，打拼读圣经。打拼祈祷要怎啊？哇！圣经读了足熟的啊，逐项聚会拢来参加，足认真的。打拼祈祷，所以开始才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安尼光环的照出来，是毋是？也是开始行路会离开涂骹3公分会浮起来，有无？毋是啦，拢毋是嘛。咱都毋是咧修道的吼，去山顶修道修到变仙嘛。对无？毋是啊，咱的信仰毋是安尼。咱信仰，咱足认真来礼拜，足认真读圣经，足认真祈祷，就是转来头拄仔保罗所讲的，互阮所行会通下伫主，凡事互伊欢喜，伫逐样的好事会通安怎结果子嘛，会通愈来愈安怎愈进步。我头讲，咱来看咱有诶，毋通看咱无诶。假设你今仔日考试考出来，成绩单一看讲35分，我到饭桶35，无啦，你应该讲感谢主，我安尼吼，遮尔饭桶佫有通考35，我后盖一定要考40，对无？咱做一个祈祷都爱有即款诶心嘛，
我读圣经无法度像今仔咱即书读圣经读到遮顺，我拢无法度。你若安尼想，你就永远读书伊啊。你毋着讲无要紧，我即马差伊30分，我明年要差伊20分，我后年要差伊10分尔，我一定要甲伊共款读圣经安尼说。书面我捌你嘛啥人伊高三了，我圣经读较熟，嘛是练起来啊，嘛是用心啊，这叫做进步啦。比边仔人可能咱还比袂过，伊生活对咱唱歌嘛唱袂赢伊。但是我佫讲一解，伫即个过年时，你对你的性命有期待无？请问你对你的生命有所期待吗？还是你感觉你伫怨叹，你比人较歹，你怨叹比人较少？果然你是比人较少，果然你是比人较歹，无毋对，是无毋对哦。你无讲袂差，但是你永远就是停伫遐。信仰就是不断抬头仰望，看到上帝对你这个生命的期待。当耶稣看见西门来到伊头前讲：“你是约翰的囝西门，总是我要称你做彼得。”什么意思？西门就是一个弱小的，那像井啊，这么软弱的人。但耶稣讲：“你是西门，无毋对，你是西门，但是我要称你做彼得，就是照我。”所以你都爱去领受主对每一个生命拢有所期待。当然，你无可能一时变泉石，变石头会使无？变石盘会使无？可能你嘛连石盘嘛是无变插头嘛较定，敢毋是？总是咱有看见生命的可能性，看见生命的进步。当咱的生命若愈来愈进步，11安尼讲。佮照以阳光的气力，用逐样的关联，互恁有关联，递到恁凡事欢喜、吞忍、宽容。各位，这是一个足要紧的生命的成色啊！他都讲成长了无够，成色啊！咱进步到什么程度？顺境咱的进步拢足简单，他都讲。考30变40，40变60，60变80，真好。但是伫逆境的内底，咱若法度搁坚持落去；伫困境的中间，咱有法度搁徛起来。迄叫做他都讲叫做关联。关联是啥物？是上帝予咱的气力。所以讲到一个地步，是啥物？凡事欢喜、吞忍、宽容。各位，吞忍什么意思？我听到足侪时代吼，甲我讲，我嘛开始做时代，70岁啊，时代甲我讲牧师啊，无法度啦，我都命底无好啦，只有吞忍啦，有无？我就讲咱就命较歹吼，咱就拄着也无要安怎吞忍啦。有无？这叫做台湾人的吞忍，叫做无可奈何的吞忍。但是圣经内底，当咱咧搁一摆讲到吞忍，伊甲宽容放做伙，伊甲宽容放做伙足要紧哦。为什么？因为这个吞忍毋是迄款台湾式的无可奈何、不得不也无要安怎只好吞忍哦。伊讲，亲像一个老母，怀孕的过程有轻松无？妈妈有轻松无？辛苦，开始就有个人病囝对无？病囝好不容易病囝过了，开始腹肚愈来愈大着，倒安尼也毋是，倒安尼也毋是，安尼也毋是，行路吼，就甲我讲，牧师啊，我当时会通卸货，是不是？妈妈，是不是？作为妈妈吼，当时通卸货，就就吼
缀咧吼，食物件袂食物件安尼足奇怪吼，啥物拢奇怪就对啦，啥物拢奇怪，足无简单诶，到足月会使生足欢喜，是啦，生诶过程搁较辛苦，生诶过程有人紧食吼，那迄个左叔叔因某就足紧诶有人较紧，有人就等3工等袂出来对无？疼甲恁哀叫等袂出来伊讲无啦，牧师即摆拢袂疼，开刀较紧拢袂疼。谁甲你讲？开刀了事后才疼咧迄空喙疼，空喙好了好了佫会上天若变化佫悠安尼，伊讲牧师你会知，因为我牧师有剖腹生产但是各位，当你看到你的囡仔出世的时，头前所有的艰苦拢无去啊！迄款心内欢喜满足，哇！不过讲起来，牧师嘛真辛苦啊。定下较无顺利去看迄个拄我出世的囡仔特别是迄个较庄脚拢毋是像大病，伊拢会处理好才出来，伊就抱出来安尼伊妈妈抱来讲。牧师啊，你看我这囡仔有古嘴无？才怪！你就知影未整理有这一搭遐一搭青红的无就安尼足歹看有当下佫生袂出来，吸袂这头壳歪一边嘛有安尼迄哪有古嘴啦？讲你看目睭有生化无？鼻仔有生一巴无？我意思讲，你看迄妈妈，遮尔辛苦生迄个囝，但是迄个心内满足，连迄个囡仔青一搭红一搭，伊嘛看甲足古锥的，头歪一边，伊嘛感觉足诚意的。这就是圣经内底讲的屯论，伊讲亲像耶稣共款，看见头前所要成就的，伊就。看清迄个世界艰苦，伫世界顶受迄个上大的苦楚，因为知影透过伊的牺牲，要带来世间人做得着赦免、得着拯救、得着永远的活命时，耶稣就无看迄做要紧，伊就吞论到底，甚至死伫世界顶。各位兄姊妹。一个成熟的性命，毋是讲大富大贵，哇！我足成熟的，我毋是考100分，我足成熟，毋是啦。考0分的时，你有法度搁继续；生理失败时，你有法度搁继续；互人误会，互人欺负时，你有法度搁继续无？你有信心，有望搁继续。还是你就放弃，你就失志，就离开信仰。有一个人足凄惨，事业失败，家庭变故，等等的。伊的同事甲讲，哎哟，某人啊，你信耶稣信甲遮凄惨，你要搁信耶稣？伊讲啥？伊讲感谢上帝，我家彩有这个信仰，若无安怎，我无法度行到今仔日。加彩我有这个信仰，我才有去面对我人生所有一切遮个艰难困苦，我才有法度继续重新出发。这叫做成熟的生命，有迄个关联溃力，伫逐样的关联，互恁有关联，致到恁凡事欢喜、吞忍、宽容。宽容是啥物？就是有较开阔的生命。你有永远伫你的生命内底，迄个无完全、无完美。你永远你的生命内底有缺点、有失败、有见效。咱拢足爱，牧师啊，你拢无老，哪有可能？咱有法度接受，我嘛70岁，嘛有老安尼。我嘛爱接受我的骹头已经会疼咧。我爱接受我这腰椎嘛滑脱呢，爱接受无？
宽容是一个开阔性命，那对别人的宽容，对家己嘛要宽容呢。你有容忍你的失败，你有容忍你互人甲你看轻无？这是一个成熟的性命。愈来愈成熟的是，你就愈袂去在意别人安怎看你。愈成熟的性命，你在意是上帝看你，毋是人看你。当然，我嘛是人啦。你若甲我讲哦，师啊，你有够歹，我嘛是会艰苦呢。哦，你若讲我缘投，我嘛会安尼，会啊，我嘛会啦吼。毋过你袂在意甲讲，等于袂食袂困啊。你若等于袂食袂困，表示你的性命啦无够成熟。一个成熟的性命就是会受气，但是袂气甲3天3暝。一个成熟的性命，毋是袂艰苦，嘛会艰苦，但是艰苦了后，会通安怎？搁定心，搁出发，搁徛起来。一个成熟性命，毋是一个完美的性命。一个成熟的性命是伊足宽容，就是足开阔。会跌倒，毋过伊搁爬倒起来。伊会甲人冤家无？会冤家了会搁去甲人，伊去人会失咧，会搁甲人和好。所以毋通掠做讲一个成熟性命就牧师哦，成熟性命就像圣人，毋是啦。成熟性命有缘拢会犯错，但是伊知影家己对伊做毋对，对伊应该爱定心来改变。所以12节开始安尼讲。佮感谢爸，因为伊互咱堪得有份圣道的业，伫光明的所在，已经救咱脱离黑暗的关系，来盘刷咱入伊所听的囝的国度，踮伫伊，咱得到赎回，就是咱的罪得到赦免。成熟的性命，就是不断的经历咱虽然的犯错。总是伫咱悔改认罪，罪得到赦免。成熟的性命就是咱会通有份伫上帝国度内底，成做上帝囝儿查某囝。所以咱已经袂安怎，袂干那牵条伫即个世界价值，牵条伫人的眼光，牵条伫人的期待内底尔。咱对咱的性命有一个无共款的期待。是上帝伫咱的性命内底的期待，是上帝心意透过咱会通来活出一个更较好的人生，是互上帝欢喜，是互主欢喜，是下伫伊的心。但愿主帮助咱引带咱的道路。新的年，因为我定想讲，就逐年拢新的，逐年拢旧的，是要安怎新？无啦，感谢上帝，互咱。有一个那像重新开始的机会，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敢毋是？人生无法度重新来，对无？但是咱每一年拢有新年嘛，所以咱新年拢会通有一个新希望，对咱的性命有所期待，会记对咱的性命爱有抱着期待。今年几月？70，有缘对我人生有期待。今年偌济？80。对你人生有一个期待，今年90，对你人生嘛是有一个期待，今年100，对你人生嘛有一个新的期待。为什么？因为即马过年啊，所以咱来甲上帝讲：主啊，多谢你，一年加起来只有365天，若3650天就歹过来。所以咱过啦，过通一个新的年。若细汉的时，新年到，才会通去安怎？穿新衣，戴新帽，对吧？即马可能毋是啦，即马是换新手机，换新房子安尼吼。但是无论安怎，上帝互咱一个机会，就是咱通重新日子、重新出发的机会。但是毋通干那想讲我的事业，毋通想讲我其他，咱来想讲我甲主的关系，我伫耶稣基督内底、救赎内底，我的性命今年。会通来对继续来跑走。你无完美，你不完美，你不完全，但是你可以
越来越成熟，可以吗？会使无？你无完美，你无完全，但是你会通愈来愈进步，会通愈来愈成熟，这是上帝对咱每一个生命的期待，嘛是牧师对咱每一个人的祈祷，咱同心的祈祷。多谢主，你疼惜阮，你珍惜阮每一个生命。就亲像你对保罗对这个彼得安尼讲，你是约翰的囝西门，就是一个真软弱，亲像粉鸟啊，遮尔软弱的生命。但是我要称你做彼得，彼得就是石盘意思。我毋知影主对你安怎讲话，但是主要对你讲，我的囝，我的查某囝，你掠做你什么拢无，但是其实你有，只不过是你你无习惯看你有诶，你只有习惯看你无诶。你伫今仔日开始学习一个功课，看你有诶，然后珍惜你有诶，对这个所在来重新出发。主啊，多谢你，你是遮尔疼惜阮，也是遮尔来保守阮，继续引导阮伫即个新的年有即个机会重新来立志，阮毋若成长，会通愈来愈成熟。多谢你，祈祷靠主耶稣名，阿门。